的是这个台南东山的闭景西口小水寺，因为水源不足，和本地这个水量真充足的天井水墙的奇景，这个水流量变细了。另外，嘉义市的仁义潭水嘛渐渐来消退，甚至会当看到碧顺的湖底。这个摄影师甲翕相，用相片来做记录。 透在湖景真宁静，日头落山时，湖面会使看得出落日。同款的是湖底已经搭甲闭开的土。这么大的面积渐渐变大，刷落来阁发草啊！嘉义摄影的这位陈大兄，自3月11号到3月14号开始工的时间，用画面记录嘉义市仁义潭豆豆打起的面貌。 节约用水是我们能控制的下意识，没办法控制的。根据台湾水库的即时水情，目前仁义潭水库已经是柑仔色的灯号，跳水率降到39%。看到即摆仁义潭和去年5月份相比，水真正减真多。刷落来往南来到台南市东山区，毕竟西口小水寺水量少到强要看无水流。 边啊一大片湖底嘛拢看现现，而且拢搭甲发草啊！看到进前水量阁真济模样，呈现出光丽的水墙。台湾面对56年以来上严重的苦旱，除了求天公伯啊赶紧落雨，大家嘛要珍惜每一滴水。